最近愛回家之三代同堂掀起全城熱話，大家都討論緊點解無線會忽然之間採用大量由 AI 生成嘅背景用嚟取代真實嘅場景，例如吳若希竟然有3隻手，例如背景竟然有 TVB 花旦唐詩詠，令到好多網民大家都大感詫異啊！嗱，據指無線為咗要節省呢個成本，下令每一個部門都要全力推動 AI 應用。咁但係亦都有啲人擔心 AI 嘅出現會逐漸取代咗演員同埋幕後嘅生存空間，甚至乎節目嘅質素亦都會不斷下跌啊 ，decline in production quality。嗱，2026年嘅 DSE 作文就啱啱出咗條題目，就係講呢個嘅代際衝突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嗱，入邊我哋就要求學生去將兩代之間嘅價值觀去做個比較㗎。咁如果我哋將呢一條題目嘅思維套落去而家 TVB 嘅呢個情況身上，嗱，唔難去發現其實管理層同埋年青觀眾之間其實係存在一個幾明顯嘅衝突㗎。嗱，喺管理層嘅眼中入邊，有見而家娛樂節目越嚟越多，競爭越嚟越激烈。嗱，節省成本確實係無可厚非嘅，而且普遍年紀越大對於新鮮事物就會越感到好奇。畢竟佢哋以前冇 AI 噶嘛，所以佢哋嘅 receptiveness， 佢哋嘅包容力同埋都接受嘅能力亦都會比而家呢一代高噶。嗱，但係相反喎，喺我哋後生細仔，即係我哋後生細仔啦，尤其是可能係啲Gen C 啦，或者啲 Gen Alpha 嘅眼中，佢哋嘅眼中入邊嗱，因為佢哋由細到大啦，佢哋已經接觸開科技啊嘛，佢哋由細到大已經係 immersed in technology， 甚至乎佢哋一出世已經有 iPad， 有 iPhone。咁所以佢哋對於一啲 AI 科技生成嘅產品，其實個要求反而會更加高嘅。對於 AI 就更加敏感，佢哋嘅審美觀嘅要求係更加高啊。例如之前我哋啲印象其實喺當期都發生過一次類似嘅事件啊。不過當然嗰單就比較細微嘅，係啦，因為當然啦，以前如果你有去過當期咧，知道其實好多時候啲產品嘅隔離佢係有啲圖畫啦，咁有時就可能係人畫，有時可能係電腦畫。咁但係以前俾人嘅感覺係咩呢？係相對真誠啲嘅。咁但係自從呢個當期隔離嗰啲產品繪圖變咗做 AI 嘅宣傳之後呢，你已經發現網上面係有一堆年青網民嘅不滿，因為佢哋覺得成個感覺變得廉價同埋敷衍啦。咁所以證明到其實 AI 嘅出現確實係令到好多企業有翻天覆地嘅改變㗎。嗱，當中針對住一啲中小嘅企業，一啲我哋叫做 SME， 係啦，一啲我哋叫做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咁當然對於佢哋嚟講梗係好事啦，因為佢哋可以節省到個嘅製作成本，節省佢哋得個經營營運嘅成本，得個 operational costs。係啦，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有可能因為 AI 嘅出現，令到佢哋嘅行業式微，令到成個行業倒退，甚至乎令到好多嘅職員冇咗個飯碗㗎。咁而至於一啲大企業，例如一啲嘅電視台TVB 咁先算啦。嗱，由於佢哋嘅對象係我哋嘛，市民大眾啊嘛，係啦，咁所以我哋深信其實喺 AI 未完全去到成熟啦，而且我哋普遍市民嘅觀感亦都不佳。Negative public perception 嘅時候，我覺得實景拍攝仍然係比較可取㗎。咁但係又咁講啦，嗱，既然我哋嘅時代不斷演變，咁我哋都冇辦法，我哋唯有繼續前進，唯有繼續 move forward。咁所以嗱，將來嘅世界，我相信應該都會繼續係人機合一，由 AI 去取代一啲相對比較低技術啦、重複性嘅工作啦。咁而作為人類我哋就負責一啲比較高階思維嘅工作。咁而如果將來AI 真係取代咗例如電視台一啲搭景嘅成本，其實我哋亦都應該用翻呢個嘅資源投放翻喺人類嘅身上，例如喺啲編劇嘅身上咯，希望可以寫到啲更加完美、更加好嘅劇本，更加吸引啦。咁而作為我哋年青人，咁可以點啊？咁當然我哋就要與時並進咯，我哋就要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我哋要學習新嘅技術，亦都要善用新嘅科技去提升我哋自己個人嘅思維能力咯。我哋嘅認知面啦，我哋嘅創意能力啦，判斷能力啦，咁樣我哋先冇咁容易俾個市場淘汰嘅，冇咁容易俾人 phased out。咁所以祝大家可以揾到自己嘅理想，喺將來嘅世界仍然可以發光發亮啦。記住，我係 Ian Sir，快啲嚟補習啦，上堂見你啊！